今次我哋介紹呢個380尺單位間兩房大廳 TV 櫃，連同特色牆加上隱藏門嘅設計，令到客廳更一體性。我哋推開隱藏門入到主人房，而梳妝台裝咗推拉鏡，呢一種有心思嘅小機關喺空間上比較慳位。喺飯廳嘅餐台位置外面，睇嚟係一組餐邊櫃。其實除咗係餐邊櫃，亦都係一組間房櫃。推開隱藏門，房內儲物空間十分充足之外，喺間房櫃加咗單面玻璃趟窗，除咗可透氣之外，更可增加房內採光功能。去到玄關位置，我哋將原本大門背改造成更具特色。廚房設計咗道玻璃趟門，透過玻璃趟門見到嘅唔係一般鋁片天花，而係一幅更有設計感嘅蜂窩板天花。浴室做到乾濕分離，一體盤下面安裝洗衣機，咁廚房就可以有更多嘅儲物空間啦。多謝各位收睇，如果大家都對今次嘅介紹有興趣的話，都好歡迎向我哋查詢。下集見。